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生一个宝贝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翁送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天天又开心。今日的主题就是兄弟亲情。来请教唐丽，你几个兄弟？我免甲我讲，我刚看你目我就知。哎呦，真的哦！你三个兄弟姊妹对。嘿，哥哥，你哪会这厉害？顶摆你甲我讲，你拢袂记啊。我怎么你个操蛋呢？无你想我啦。你济哦，看你的目我就知。差不多7个兄弟啊。哎呦，差一输啊，8个。安尼啊，你就上济，我是讲你有7个兄弟姊妹啊。哦，熬了真水。嘿，熬了真硬。哥哥，你安尼过来啊，问人兄弟姊妹几个？过去啊，问人兄弟姊妹几个？无即摆是要共相命，啊是要共做亲戚。唔是啦，3不5时算一下命，去趁一个所谓嘛袂歹。最主要，我迄个查某囝吼，才4岁尔。对啊。啊，这当中我就先来背队嘛。啊，背队到时阵吼，恁几个我就当来回收嘛。哦，是安尼。哥哥，哪来你袂好啦？是袂好。你也看嘛，恁查某囝才4岁啦。啊，你毋捌过就背对红包，莫包了超20几年才有他钓到你回收。20几年，我遐万价哦。哦。我13岁就要甲嫁嫁啊。哎呦。哎呦，安尼阮查某囝，我明年就好嫁嫁啊。恁查某囝几岁啊？15啊。哦，安尼差不多啦。哎，无等下无平。你拢卖嗲济，要嫁嘛是我先。哎呦，你我今年拄好15啦。15，安尼我无包啊啦，超过15都无啊。好啦，哦，你真正是哦。你也要嫁呀？哎，你们有个单身蜡烛的呢？单身蜡烛啊，贵族。所以我即摆行情足好，你哪呢？是。好啦，莫搁讲这嫁唔嫁问题啦。好啦，咱留咧起价。好看的剧。哎。讲话真无客气咧，上好你莫来大啦，要若无我真正互你气死啦。我多好要看你气死，我偏要大。啊，干那好啊，你是我要大。奇怪咧，有够差的，差死人哦！这错人去呢哈。哎呦，你姐，你讲那句啦，讲敢若给你去气，我还大啦。哦，正，你这叫讲，人其实咱是财神爷，你干财神爷咧激气。财神爷是讲好啦，到这里你唔捌了就。那这个就迄天甲我种一个4脚向上去，迄个真梦空的啊。对，啊，就这个就对啊。就对呗。哎呀，好正呢，啊真诶，嘛毋是啥物大代志啊，到即阵还搁共扣钱。你就知影我这人足原则，钱就钱，两就两，即款的人的钱哦，袂眼趁。啊？袂眼趁？姐，你有听着无？人讲袂眼趁，咱要怎处理啊？简单啊，咱就袂眼趁对不对？啊，人客要赶出对无？是。安尼咱就甲人客请转来咱开心民宿团。有道理哦，你丢蚵仔哦。这位贵宾。啊来哦，请。哼，嘿嘿，真起来了。咱良心讲啦，若即几个啊吼，是哦水水啊啦，体格也袂歹，红仔头也明明啦。啊，尤其这个哦，这个讲实在我敢若有介意啦。啊，不过哦，我之前都甲阮姐讲啊，这拢总签名了个，我拢无介意。啊，我若该讲我介意这个，这声去就知影吼，哇，笑一个后zan就快，啊，我面子煞真扫落地，啊，唔通，喂。啊！莫别鬼，你又过来哦！你一定做啥歹代志，无人甲你打你会惊。我是恁姐，恁姐有爹无？哦，阮姐，阮姐都甲恁堂堂去踅家里咧。有影就对。哦，你饲了真济。
哦，这水哦，这水哦，哦，几十张诶。去减仔看啦。安尼哦，这拢恁，哦，这水啊，这看腰束，哦，搁泡，脚趾搁倒倒，对啊，这一体上这嘛30二。不是回回你讲。嘿啊哦，白泡泡一米米波拢啊泡。喂，哦，看到水果你要翘下身，你就好，第个时个夹起来哦。啊，你就买哦，啊，你烂老笑我，你也歹笑。无啦，我是要来讲迄个昨迄个歹看面的无？哦，迄个情望狂迄个，来恁兜大有顺无？有顺，规暝安尼静悄悄，啊半暝拢无听你攞电话。安尼上好啊啦，上惊迄个歹人客。哦，有啦。是讲你电击波敢会照看？啊？你看迄电击波怎？啊，就我是讲迄个情望狂迄个名，毋知啥名。哦，但是我互你遐小溜一下，我袂使看伤久哦。好，来，好哇。这就是买来登记迄个无？朱丽强。啊，这上尾下啦。朱丽强。这个名佫袂歹听，是讲人新北市迄市长咧朱立伦，哎呀，咧朱立强，敢若解药咧，猜啊这。啊一边啊，喂，你咧无代无志管人遐地代志是要创啥？我都袂瘾啦，无代无志咧打破阮兜房间，我看到刺擦啦。哦，你是。在门口就听到谁咧打破恁兜的黄金红仔挂。哎呦，钱啊！只有。啊，你点过？啊是倒来阮兜是有啥物贵事呢？阿姑，啊你点无爱顾咧？啊放空呀，啊钓菜头要安怎？只要我甲你报告，钱啊吼，伊专工来，讲要关心讲迄天我去因兜住，走来咱兜住，迄个人啊做啥物名安尼啦？倒个人叫啥名？讲你啥地带啊？你茫袂记呢？这同行的吼，是袂用安尼黑白去看人的哦。人客来大米的登记簿呢，这叫做探人家的隐私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好，阿姑，你知法犯法，那是罪加一等，你知无？讲起来歹听，我就敢若看者知伊啥物名，安尼尔，你什么罪加一等啊？袂使呢。对。OK， 你。哦。你一家拍，你是？我是分局二组的督察。啊！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督察啊！你是督察？对唔对？我就是分局二组的督察。最近恁遮发生足侪案件，有人报案，讲有查某囡仔去用赔礼，啊有迄个头毛胸坎仔的色龙伫咧遮出入。哦，报告督察吼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所在有迄材料用吼，迄儿童用空袭去吼，这个所在吼，你两个查囡仔吼，若迄个穿了较辣吼，真危险嘞，这治安真歹哦。就是有足严重。我若我毋是穿个这么辣，那是安怎就这安全？你当然是安全，但你几岁啊？30起跳呢？但你穿穿甲麻，还佫安，但是迄色龙本来迄喙呢就要流，就佫缩倒入去。啊，若剩了阮糖了，哈哈，年岁少对无？体格好，凊彩穿迄，大家嘛拢流规斤的喙咯，对无？嘿，阿姑，啊你要比你比别人，你莫比我才来啦。当阿姑老实人啊，老实讲啊，少年本来就是本钱嘛，对无？你惊啥？对啦，你话讲了真对啊，糖吼，你人水阁少年，体格阁长，尤其是吼，你这较无安全，你若要出门吼，要有一个护卫使者，我永远对你身躯比甲你大。咱来借问下，你记性敢若无讲偌好咧？我已经甲你秃头过啊。你若对阮糖若有啥物表示，有啥物行动，我就甲你剁断我。你讲。喂，是啊，你爱知呢，即马是伊糖家己自身的安全问题呢，人伊若同意，你嘛袂使有意见，你知无？你两个是好的，啊袂记这有一个督察呢。哎呦，歹势了对了，无要紧。昨暝我咧开心民宿大吼，有甲注意，咱遮的人客真正真善良，嘛真单纯。督察，阮天天民宿的人客吼嘛，该有水准哦。是啊，而且我还佫有电梯，真正我知，那恁天天民宿，你叫长青嘛？你做人是较贤实人。恁外甥女啊叫糖。对。这位是咱开心民宿的头家娘丽丽。恁小弟就号做高君对无？哎呦，
哦，厉害哦，调这个就清楚嘞。啊，我有代志，无我先来无用，啊，我先失陪。无事无事。好，顺行顺行。哦，哎呦，你有听到啊无？迄督察就是督察无共款呢，敢若带一暗尔，啊，咱四个哦，迄底哦调查甲清清楚楚，你来看卖。哎呦，咱是咧紧张啥？嘿对无？我咱老老实实做生意，咱有啥物好惊啦？喂，钱啊，安怎？我你讲迄喙是你咧讲的呢。人讲哦，明枪易闪，暗自难防。你若得罪着督察哦，真正后果不堪设想哦。你着爱注意哦，我甲你讲，阿姑，真正有道理呢。你吼，逐项啊较细腻的，你得失过伊呢，伊会甲你报鸟饲啊冤哦。哎呦，准备了真丰富了，有咖啡，有水果，有饼，真正哦，这个礼数哦，绝对有够的啦。希望哦，伊会当答应我，伊会当欢喜好，安尼就好啊，甲斗相。我甲贵宾请来哦。哦，哎，两个贵宾，哎，请请。安尼就要功夫。请来两位请上座啊，来来。今仔日吼，啊真正特别为恁两个准备了咖啡，搁有水果，搁有饼，所以希望恁会当介意啊。笑啦笑啦。阿姑，你即摆是咧比倒一出的，我看拢无哈。哦，拜托恁阿舅安尼遮尔安尼生意啊，你拢看袂出来。嘿嘿，钱啊，我甲你出片做遐久啊哦，第一届听到你主动请阮两个来遮食物件，哇，咖啡后水果饼，嘿，你咧比啥梦？老实讲个详细哈。当然有算比啥梦啦，今仔吼我是良心大意啦，要互你阿君啊，甲阮糖糖两个出去散步。啉咖啡、看电影，搁食暗顿。小顿嘛得，你即摆讲啥？哈？要互阮棍啊，带恁糖糖出去散步、看电影、食暗顿。对。你毋是讲过，阮棍啊，若是要追求恁糖糖，脚骨就要甲摇顿。佮做事情呢。哦，但你嘛莫安尼扣运甲安尼，啊，你嘛是有讲过啊，讲阮糖糖甲恁高云出去，你着要甲费用对无？哦。对，我讲过啊。我着过去啊，所以我今日特别良心大意，互高云甲阮糖糖两个出去散步、看电影、啉咖啡，搁食暗顿。讲诶，钱啊！哦，你这么是做无像我老大晓哈？我是恁细汉的晓。啊，你叫我甲什么人出去，我甲什么人出去安尼晓哈？喂，你水面呢？你想讲好啊，两个莫在安尼摇鬼假说，你啊在假说啦。我有代志要甲你讲话啦，你紧出去啊，莫在搭住，去啦。好啦，咱就讲好啊啦，行啦，莫出去啊！我带人就会行啦，行。我叫过你哦。你莫想讲，甲因两个叫出去，啊，即马剩咱两个，你着想要对我安怎样哦？我无你，我甲你讲，大家嘛知影，你袂厉害呢，你是个好爸母呢。我把你存办去，互你破流酸过咧。我嘛知影你无晓得，对毋对？啊啦，有啥物注意事哦？啊，需要参详的紧讲啊。代志是安尼啦。你着知啊，每一个人拢有迄扣分的心啦。迄个督察吼，我甲讲甲安尼吼，啥物流浪汉啦、解药啦、无头路无路用的人啦，一定扣分伫心肝内啊。啊，万一吼，伊毋知当时要报我这个鸟车冤，我嘛毋知啊。啊，所以我嘛是带伫个等啊。就像家人哈，哦，看了无点，哈哈，啊，即摆再来带咧等。啊，我着想来想去吼，啊，着安尼吼，咱即个位啊，着敢若你啊，就想到，敢若你有效，你会当救我尔。安怎讲？因为你吼，因是住伫恁兜啊，啊，你吼，拜托你，甲我讲好话。甲讲我要办一桌来请，安尼好无？甲花者毋对。这个办法是真好啦。啊，毋过我毋敢保证讲，迄督察啊，会因为安尼就原谅你哦。这快紧啊！只要你答应讲吼，要表达我的心，安尼就会使。问题是，伊若毋答应咧。啊，这嘛无法度啊！我只好吼接受伊的鸟吃冤啊。啊，有区别。是讲，咱即个小可代志尔，是安怎我着爱叫阮棍仔甲恁糖糖出去啊？啊，你就知，我嘛是足爱面子的，惊因两个伫遐闹气啊。
两人行到青春岭，照这念挂双人行。斯塔克，哦，哥哥。喂。嘿，我是安尼惊参你出来行行，你搁真正当作是情侣咧散步，搁甲我唱什么青春鸟？你看啦，我的姊妹皮哦，落规箍骹啦。啊，你嘛好啊，虽然讲假戏无假戏无，咱嘛有迄落较成咧，较袂遐歹看对无？吼，迄是阮阿舅吼，迄毋知你变啥物网，才叫我参你出来散步。喂，拜托，我甲你说，我嘛真勉强了。哈，你勉强？我损失才有大。等下哦。你讲我清楚哦，我甲你出来也无甲你摸着手，也无吸着你的肉，你是咧损失啥？你讲？是无啦，毋过吼，你较莫笑伤咧啦。人若看咱两个行做伙，人会安怎讲？情侣。嘿呀，安尼我是毋是损失足大？你讲是毋是？喂，你慢慢学白收，怎么的？两个做伙啊出来，安尼就是情侣。其实你原来毋是我介意迄型的啦，你不是我的菜啦。你是咧讲啥？好啦，来遐坐，来，莫搁搭嘴倒啊！来，我来讲两个讲到我那喙焦手瓜咧，来。毋是无解，要搁买饮料请。人讲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对无？滚啦，袂歹哦。啊，会长，嘿，今仔日啊，带糖糖出来公园散步啊。我甲伊都。你莫后白讲，迄是阮阿舅临时有代志，叫阮两个出来行行咧。我毋是伊的女朋友。是讲哦，恁两个也会当做男女朋友哦，安尼嘛袂歹，无啥物人好歹势啦。好啦，会长，无我有代志，无我先来走吼。歹势哦。哥哥，你哪无等我啦？嘿，等我一下啦。我即摆少年人哦，真正哦，腰椎搁加细腻哦。李警员你好。会长你好。是讲你带迄个仔哪啥？是食腰拖丸还是安慰他命啊？毋是啦，拄拄啊，我签巡逻箱的时阵哦，伊来我报案啦。啥？报案？是发生啥物大代志啊？伊就讲有一个假刑事吼，甲查到恁检嘛，讲要检查看身躯有藏毒品无，竟然对骹的手来性骚扰。啥？伫咱这个所在会发生这种这恶质的代志哦？你讲啊，是讲迄个歹徒吼，伊敢有啥物特色啊？特色有啦，我看伊倒手这个所在有车迄 kiss。车伫遐手里哦。气势就是烧针的意思啊。这个人哦，一定是真正足地高的，还佫有不良的企图。这样，你听我，一定爱甲杀起来，一定爱杀起来。既然有这个记号吼，那咱就较好找人啦。会长，即马拄好你是饭店甲女社工会会长嘛，就麻烦你去遐通知，到时若有发生啥物可疑的人物，还是这个小弟哥吼，再通知阮警方甲抓起来。这你放心啦，我吼随去甲因通知，知影讲这个人伫倒位哦，我随来甲你报告，真麻烦。姐你讲啥？青仔要请督察食饭哦？哎呀，就是为着这个代志，今仔伫恁的面头前闹开，毋知叫你带糖糖出去散步行街路。哇！天要落红雨啊！这青仔这球欠也几个十粒的人，竟然大出手要请督察食饭。煞毋知影哦，今仔督察哦报领车弯。才要请伊食饭，了钱消灾啊！是阮讲才咧讲哦，若换做就是咱哦，我嘛是惊哦。是讲话佫讲倒转来，迄督察做人遐尔清廉，伊敢要请呀？这都要等你回来再甲问啊，无问咱会知。这嘛有影是讲，姐，到时候督察若要叫请请吼，咱两个都要做陪宾吼，同一来去遐食免惊。你真正有够要塞呢，爱哭爱对咯。安尼当时对无？督察咯，督察小弟，你今日出去办什么案件无？哦，有啦，就公园遐掠几个贼啦。抬价就用到牛刀，迄贼仔迄小巧代志，就你督察亲身出马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朋友，今日天天又开心的小故队，一台亲你代表三台唔捌了了。哎呦，什么意思？这若三台唔捌了了，你会用讲三台不熟了了。
什么说不行了了嘞？嘛是讲都死了了，不，无啦，不死了了的意思讲哦，咱吼一代亲啦，第一代吼足亲接，真正有联络哦。第二代就哪疏远，第三代根本就毋捌相做啦。哎呦，迄伫咧路撞着冤家娘济呢，拍拍讲哦。家己的堂弟安尼啦。哎呦，爸爸才知影亲情了。是啊，有影你讲这我就感觉啊，你像阮兄弟虽然八个吼，一个走东，一个走西吼，要做伙时间都干啥？清明啦，吼，若无就是讲哦，迄个做过年啦。哎呀，年啊，这才有你到底啦。对啊，像我啦，阮虽然敢4个兄弟姐妹啦，毋过吼，姐姐咧台南，哥哥咧竹山，我咧台北，吼，有时啊清明你就知影咱艺人吼，若录影落去到地吼，无法度就等于扫墓啊，所以只有过年的时阵啊，过年吼，我想讲，阮兜住台东有够远的啦，安尼三家口啊吼，安尼一抓路等于到厝，真正是足忝的，而且油钱爱开足济，所以呢，为着要响应这个节约能源吼，节能减碳啊，就甲妈妈参详讲，妈妈，无吼，你着起来竹山啦，安尼老岁仔人吼，坐车拢半价啦，尔。你讲老岁仔人目睭伫看我是啥物意思？我半价嘛才坐3年。你嘛是老岁仔人啊？有影啦。所以吼，妈妈就听说阮这个时势讲，好啦，无就坐车吼，来竹山安尼围路安尼。是啦，还有一个嘛真好，用迄电脑是较表，落去上会嘛会使。哦，迄无共，迄无共吼，嘿，都爱安尼做伙吼，迄种感情诶，迄落再无共。对，丽姐讲了有影，像阮妈妈和阮一个观念足好，伊就讲，譬如讲咱若母亲节啦、父亲节，也是讲吼，伊甲阮规定哦，阮3个兄弟姐妹哦。1个月爱聚餐1次，嘿啊，下阮哥哥遐个囡仔吼，会一代会当了解讲哦，这就是姑姑啦，这就是阿伯，这就是阿舅啥物安尼。哇，你好咧！做伙感情这那个拍好俩参嘛，就亲兄弟。对，所以兄弟若共心嘛，乌头就变对。哇，时间过得足紧的呢，咻，这30分钟又过去，佮要甲恁讲再会咯。所以今日天天开心，要甲恁奉劝咱家己的兄弟姊妹，咱用的时阵就爱食联络。是雨水也是目屎，不知家己到底伫啥物所在。无心的一句话，深深将你伤害，拍醒你所有的期待。你将来不捌真心爱过我，敢讲一切完全是我的幻影？对你的关怀，早就无伫这，你只是我爱情的一托盘。原来一切拢是。